香港話劇團2011至2012年劇季，三三不盡，創意萬千，精心奉獻。香港話劇團繼續以高水準、富意義又有觀賞趣味嘅14出精彩劇目送俾觀眾。鬥麗戰爭，法國女劇作家雅斯曼娜雷莎嘅智慧喜劇，少女交錢嘅睿智小品，為劇季揭開序幕。啱相反，我梗係唔係針對你啦。唔係啊，你知啊，你係針對我。係你組織呢個小型聚會㗎，而我只不過係俾你徵召入嚟嘅其中一份子咋。我叫人你，我先同你講啊。其實啊，我就係我太太掹我過嚟㗎咋。當我哋喺一種充滿男子氣概嘅 John Wayne 式概念裏面長大，先至唔願意喺度。我愛國家，遍地荒飛。所以我哋要一個識得愛我哋嘅政府。辛亥革命100週年紀念重頭製作，超過30位演員傾力演出。愛我哋嘅兄弟，愛我哋嘅妻兒，愛朋友，愛其所愛。如果有一日國家能夠富強，民族能夠團結，我死都死得有價值。2011全新版本，全城期待。一年皇帝夢，以野史角度描繪短命皇帝嘅傳奇日事，係辛亥革命100週年紀念嘅全新劇作。亂世稱帝嘅袁世凱究竟係一世風流，定係足智多謀？由劇團藝術總監陳錦權編劇，2屆香港舞台劇獎最佳導演李銘心執導，盡現政治紛亂下嘅光怪陸離。脫皮爸爸改編自日劇編劇家田典彥嘅得獎作品，劇場鬼才司徒慧卓感人詮釋。阿仔頭頭碰着黑，患有腦退化症嘅爸爸瞓醒之後突然脫胎換骨，返老還童。仔仔同佢呢個從未認識嘅爸爸產生不可思議以及重生嘅父子關係，情節細膩感人，帶領觀眾走入人性親情嘅豁然大道。奇幻聖誕夜榮獲第19屆香港舞台劇獎3大獎項嘅合家歡百老匯音樂劇。啊！全部都中意，叻仔喎！酷到爆嘅小氣財神 Scrooge 平安夜嘅奇幻歷程。會嚟揾你嘅精靈。上面啦！首演感動全城。今個聖誕，香港話劇團同你共度佳節。And Merry Christmas to you all！心動，普立茲戲劇獎得獎劇作，東尼獎最佳女主角，隆重推介《心動》。駐團導演馮慧恒夥拍劇壇完美組合蘇玉華、潘燦良，再創激動心靈嘅舞台震撼。一宗交通意外揭示無法彌補嘅家庭傷痛，圍繞人生中失去嘅遺憾，心靈缺口可以點樣彌補？香港話劇團黑盒劇場綻放當下創意。智輝與思蘭風不息，由劇團重量級演員周志輝、雷思蘭送上爸爸媽媽、仔仔女女之間最深情、最坦蕩嘅一次對話。一缺一，5度重演嘅國際得獎劇作。你顧住自己嘅牌啊！我覺得你係死剩把口嘅啫，又冇料又要扮代表。嗱，哥仔，你自己努力嘅咋嚇？睇嚟唔係你嗰啲 partner 衰啊，係你自己豬頭炳啫，安個頭埋去俾人食就怪。牌局揭示人生無常、失落孤寂嘅凄涼晚景。香港舞台劇獎最佳女主角秦可凡榮休告別之作。吉房，陳許利繼標籤遊戲後再度聯同好友創作，
請嚟劇場音樂人朱柏謙以及日本學藝歸來嘅林佩廉闖入黑盒舞台。最後晚餐由鄭國偉編劇、方俊傑導演，兩代人嘅一餐晚飯帶嚟窩心嘅城市故事。盛世新晉編劇意行，火拍導演馮偉恒。二流嘅時代，最好同最壞都令人絕望。冇底線嘅生活，一切都有可能，界限模糊，顯得真實。玩謝潘燦良，光媒體的詩，張國榮、鄧偉培、司徒偉卓化身成光媒體，同演員潘燦良、馮偉恒、林夏薇現場光影互動，創造劇場新美學。半天吊的流浪貓，充滿吊詭嘅荒誕劇情，編劇陳偉雄，導演陳卓威演繹劇場嘅黑色幽默。一場冇失敗又唔算成功嘅演出，半天吊之外，仲有冇觀眾嘅掌聲？潛水鐘由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編劇提名嘅龍文康創作嘅觸目舞台作品，以數碼影像同原創電子音樂呈現魔幻寫實嘅劇場意境。張藝生、梁菲爾，港台兩棲精英聯合執導，為香港觀眾帶嚟不一樣嘅觀劇經驗。香港話劇團2011至2012年劇季創意萬千，精心奉獻。優先訂飛由即日起至2011年5月16日，最高可享7折優惠。節目詳情請瀏覽香港話劇團網頁。今個劇季約定你喺劇場見。